咱的乡亲大家一定真好奇哦，这个天网到底是安怎来运作的呢？咱做伙来了解。不能参加的人不要参加哈。我们也设了一些天网我们会查得到的。提早甲你讲，天网拍开，煞嘛是有人无咧插。明明是自主健康管理者，煞嘛是偷走出去听演唱会，因随扣抓到，请出去现场。所以真的要来参加的人，请大家下载台北通，那这样的话可以快速通关。炸手机啊，才会当入来。天网的第一线，就是爱炸手机啊入场，检疫的系统就已经开始追踪，加上电子围篱智慧监控系统，透过当事人的手机啊定位，若是离开检疫的范围，当事人、民众、卫政、各警察，拢会收到警告电子批。它是整合这个5大电信业者的资料，是用基地台来侦测手机它电池讯号的范围。即马指挥中心和地方政府已经有合作的经验，过年或者是元宵节的活动，敢有需要搁拍开天网，指挥中心会搁看，提醒大家爱做好家己的健康管理。